若要透目屎是飞袂。其实迄个透气的意思是讲胃头到尾拢讲清楚，安尼透吼。咱写法是写吼，迄个头的头吼，基是迄个基哦，毋是树枝的基吼。讲话若要讲透气，就是讲话吼，爱规个讲清楚，规旁吼，拢甲讲清楚安尼。好，来。若要讲到这个啥呢？吼，这个恢复剃头刀甲这个做薄膜膏吼，这到底是安怎搞起来的？咱的头基先吼，因为咱这个做这个代理生态册花，所以重点当然是放伫这个生态吼。咱今仔日你有咱这个像咱伫咱台湾吼，迄个较早有真济吼，真济有关这个吼罗马的故事吼，也是这个啥咸餐川吼，即罗马啦咸餐川吼，到底讲安那有差别是差佗位吼？咱迄个是行来讲。来，我先来讲这个罗马古，这是古真熟的，吼，迄个吼，战看到咱俊德老师吼，也是有从迄个拍出来，为若要讲透这个，来，咱这个啥呢？台语吼有讲到真济这个动物大只，咱台语动物吼，咱一般迄个台语话也是叫做活物啦，吼，去大只这个活物啦，吼，亲像你捌听过迄落啥，旋流鼓有无吼？天乌乌灭落雨，啊讲啊牙头灭乌，骨着一尾旋流鼓，人叫做旋流鼓，吼。过来吼，有啥物鼓咧？我来讲来听。佫有弦鼓，吼，佫有咱今仔日讲的罗马鼓。你讲罗马，咱加一鼓是要创啥？即马来讲，佫有啥物鼓咧？我即马讲可能捌听过，盐加鼓，迄较早吼，迄个。真大只吼！我宜兰人，所以现在看带迄个宜兰腔，迄个口，较早用起来真大只，上大只，迄只做盐鼓吼。佫有啥呢？这个咱讲咸鼓、参鼓，佫大只水鸡吼，大只叫做水鸡鼓，这个可能捌听过吼。你讲老师，这拢讲遐动物咧，敢有讲人诶？有拄有一个故事讲人诶，吼，迄个是变到讲是较无好诶一个事啦，吼，做啥呢？讲人做大鼓，你可能捌听过大鼓吼。所以讲，大家敢袂感觉讲做呢？是鼓吼，到底是哪支鼓吼？我会记哩上早诶，敢有迄个啥台语诶，少用地鼓是啦吼，因为就是讲台语连鼓音嘛是无几个啦，鼓早佫有迄个啥拍鼓对吼，佫这个地鼓，所以有诶人即个旋流鼓吼，地鼓吼，参鼓遮吼，伊个用迄个啥呢吼，写地鼓鼓，咱地鼓吼。恁甲查到店吼，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迄个，因为我嘛参加到店迄个真迄个参悟啦吼。伊什么地鼓是少用，就是金字旁吼，是到店感谢哈。咱是抓吹出来吼。伊是种金字旁，佫一个古早鼓吼。你看有写一个吼，体有无吼？意思讲这是上少用啦，这都太大字啦吼。鼓呢，你看伊解说，伊讲做是算这个啥地数量单位，安怎讲？咱讲这古地，所以甲你讲这是一个数量单位吼。好，咱回来咱的主题哦，来，咱讲做吼，罗马鼓、旋流鼓、盐鼓，这是鼓吼，基本上啦，咱就讲跟地鼓无关系啦。这是鼓是什么意思呢？吼。这是鼓就是这个，拄则讲到这个动物，这个活物啦，
内底上老上大只啊，内底上老上大只啊，亲像讲做迄个啥呢？旋流果我较早吼，住宜兰迄个庄骹吼，庄骹甲我边啊，若是迄个浪头吼，阮则讲浪头啦，迄段腔是讲浪头啦吼，迄浪头吼，手安尼一个变甲尾下，迄旋流吼。规球就是安尼吼，规个安尼白吼，内底吼有迄个大钳尾，迄当阵阮就拢讲掠着一尾旋鼓，阮嘛是安尼讲。所以这个鼓吼，咱若是要加考讲伊的用字吼，我是建议啦，其实就是古早的鼓之字吼，就是古早的鼓之字。为什么就是古早的鼓之字？伊的意思就是讲吼，伊是伫内底上老上大只上大尾吼，这个鼓吼。但是吼，一只大家小小，因为咱的台语的这个语序吼，要是有伊的啥呢？迄个叫做吼。惯习用语，安怎讲呢？伫遮吼，就是甲大家讲，毋是讲你从这个动物上大只啊，后壁甲斗一鼓，安尼讲做迄个字数，毋是安尼咧。亲像我拄则讲的吼，迄个咱讲旋流鼓、罗马鼓、线鱼鼓、盐鸡鼓、田鸭鼓、水鸡鼓。敢你听着听着是食的吼，所以呢，咱。就是讲这个惯势吼，并毋是讲像你凊彩讲一个外有甲斗一个鼓吼，迄就是上大只，毋是安尼。所以拄则有讲着鼓，差不多迄个拢有甲念出来吼。恁若有啥物鼓，恁会当随时补充啦吼。所以咱即马来讲这个啥呢？吼，这个吼，就是鼓，伊就是内底上大只。我以罗马来讲，咱讲吼。罗马吼，伊伫个这个记录顶悬吼，伊会当吼活甲偌久看，哦，从要到偌久，60年啦，嘿，会上老的吼，就讲有记录着，也是这个啥生物学家因研究的吼，咱这个罗马是咱一款正水的哦，即尾我。迄个要讲咱即个课吼，我共款我爱备课吼，即尾38大斤吼，伊只写几公斤我看，安尼毋是我昨昏查有看到一尾愈大尾38斤哦，20几公斤，安尼反正是即尾哦，嘿，像即款就会当讲。
读册会是甲心态有关系，台语心态读册会，搁有就是讲，这是一寡对台语搁有心态哦。第一，吹塞有志，伊主要其实是伫面册哦，伊有内底有真侪哦，真侪有志哦嘛，真侪像讲菜包老师啊，拢叶心老师等等拢会来做伙来这个分组。因讲的主题我是毋是伤紧啊？拢会甲这个心态有关系哦。哪里啊？搁用台语来讲大家若对这个读册会有趣味的，就会使伫面册就留话互我。因为因是伫面册群组一个面册社团，变做爱加我私信我的面册我时到甲恁Q 入去内底，恁就会使看卖咧看，敢有兴趣？这我可能伤紧就是拢甲心态有关系，拢是用台语来讲这个心态问题。伊的时间是固定逐礼拜的暗时8点到9点哦。若讲大家有想要讲来参加逐礼拜拢来的，其实会当私信我的面册，我就甲你 Q 入来。毋过你若讲想讲久挂一摆尔无想讲逐礼拜拢来听其实嘛毋免讲爱加入这个社团啦就是在人的我小解一个这李宗老师伊其实真厉害大家用看我惊我撑着老师的时间，是讲什么教育部的台语网架伊拢有去做指导，搁有翻译，伊搁有这个真济搁有翻译这个科学的这个名词上要紧的就是伊最近伊拢有伫线顶开台语课。拜2班、拜3班，若有趣味的，即马当地报名，我嘛会甲即个报名的资讯搭伫 Meet Google Meet 有一个留话所在大家会使看尾咱上尾可能大家爱下翕一张相看咱进前的活动拢有足济大家拢会翕相安尼所以咱等下时间得要到嘛咱。差不多8点45分8点50就互大家问问题安尼我就莫甲老师的时间撑着甲这个交互老师老师请。好，来，咱头起先先感谢咱宜顺老师咱宜顺老师是一个足热心的人啦。咱台语讲的这个热心就是热忱伊对这个台语咱讲正经的我有感受到伊是迄个大土大地一步一脚印咧做代志来，咱有看到咱秋妍秋妍请讲，你有举手。好，来，马影片我即摆嘿，歹势，我停电歹势。好，袂要紧。我先甲大家报告就是讲我等下伫咧讲的即个中恁若有啥物问题随时拢会当直接举手来问为虾米呢？因为有当时咱怎啊有想着迄个有当时迄个就是讲会随袂记哩啦所以恁毋免烦恼讲会将我的话早断去啦。这恁免烦恼你若想要知影啥，还是讲要回应啥，随时拢会当讲当然上尾拄咱宜顺老师讲伫咧
差不多8:45至50，迄当阵呢会留一个较长的，较规拍的时间，互大家来迄个来发问即个问题啦，啊。生态的读书会来和大家见面即个一档感觉12分的欢喜，因为咱的台语文爱有家来安怎讲，来斗相听才会当互母语即张大树会行伸啦即个咱知影，语言是文化的根，若咱的母语是即个传承文化的种子。所以咱定着爱甲顾真敬重安尼好，咱就直接来进入咱今仔日的主题啦即个主题我较好做即个你会感觉讲，老师你迄主题迄3项敢若斗袂起来，那后火虎，后剃头刀搁有迄罗曼果，即3项怎会出即个主题咧？是安怎会安尼即个我等下会规项甲讲透机啦较早人讲话若要讲透机，目屎是飞袂离。其实迄个透机的意思就是讲为头到尾拢甲讲清楚，安尼做透机咱写法是写迄个直头的头机是迄个机会的机毋是手机的机讲话若要讲透机，就是讲话爱规个甲讲清楚。规旁拢甲讲清楚安尼。好，来，若要讲到即个啥呢？即个火虎、剃头刀甲即个号做罗曼果这到底是安怎斗起来咧？咱的头几先因为咱即个会号做即个台语生态册会，所以重点当然是放伫咧即个生态啦咱今仔日呢？要为咱即个啥，咱伫咧咱台湾迄个呢较早有真侪真侪有关即个罗曼的故事也是即个啥鳝鱼参川即罗曼啦、鳝鱼啦、参川到底敢有共？若有差别是差伫倒位咱会迄个啥一项一项来讲。来，我先来讲做即个罗曼果，即字。果真新鲜啊！迄个赞看到咱俊德老师伊随有将迄个字甲拍出来话若要讲透机即个来，咱即个啥呢？台语有讲到真侪即个动物大只咱台语的动物咱一般的迄个的台语话也是叫做活物仔活物仔较大只即个活物仔亲像你捌听过有迄落啥旋流果有无天乌乌要落雨，阿公仔举猪头要掘乌，掘着一尾旋流果有人读做旋流果过来搁有啥物果咧？我即摆来讲互听。搁有鳝鱼果搁有咱今仔日要讲的罗曼果。讲老师罗曼就罗曼，咱搁加一果是要创啥咧？即摆搁要来讲，搁有啥物果咧？我即摆讲可能逐个捌听过盐鸡果，迄较早盐鸡迄个真大只的我宜兰人，所以有当时会夹带一寡迄个宜兰腔迄个开口较早盐鸡若是较真大只、上大只，迄只叫做盐鸡果搁有啥呢？即个咱拄要讲鳝鱼果、田鸭果，搁大只的水鸡足大只的水鸡叫做水鸡果，即个恁可能捌听过你讲老师即拢伫讲遐动物咧，敢有讲人诶？有拄有一个果是讲人诶毋过迄个是变做讲是较无好诶一个事啦或做啥呢？讲人做大贼果啦，恁可能捌听过大贼果所以讲大家敢袂感觉讲做即是果到底是叨一果啦我会记哩。上早敢有迄个啥台语的册伊有少用啥？少用地鼓的鼓即字啦因为就是讲台语连鼓音其实无几个啦古早的鼓，搁有迄个啥拍鼓的鼓对无
佫即茶果诶果吼，所以有诶人从即个旋流果吼，盐鸡果吼，田圆果遮诶吼，伊个用迄个啥呢吼，写一个茶果诶果，咱即摆茶果诶果吼，恁甲查教典吼，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迄个因为我嘛有参加教典诶迄个编辑诶迄个有参与啦吼，伊什么茶果诶果是照用吼，就是金字旁吼，速度有够紧诶，感谢吼。嘿，咱时刷就随吹出来吼。伊是照用一个金字旁，搁一个古早诶古啦吼。你看伊边有写一个吼替有无吼？意思讲，即字是暂时先照用啦，即个都替代字啦吼。古呢，你看伊解说吼，伊讲做是算即个啥茶壶数量诶单位，安怎讲？咱讲做一股茶、两股茶有无？所以伊甲你讲，这是一个数量诶单位吼。好，咱即摆回来咱诶主题哦，来。咱讲做吼罗马果、吼旋流果、盐鸡果，即字果啊吼，基本上啦吼，咱就直接讲，甲迄茶果无关系啦。即字果是啥物意思呢？吼，即字果就是遮个吼，拄则讲到遮个动物吼，遮个活物啊，内底上老上大只诶，吼，内底上老上大只诶，吼，亲像讲做。迄个啥呢？旋流果哦，我较早吼，阮住宜兰迄个庄骹吼，庄骹迄沟仔边啊，若是迄个浪头吼，阮遮讲浪头啦，迄一般腔是讲浪头啦吼，迄浪头吼，用手安尼坐甲顶起来，甲握起来，吼，迄旋流吼，规球诶就是安尼吼，规个安尼密实吼，内底吼有诶有。迄个一大片尾，迄当阵阮就拢会讲，掠着一尾旋流果，阮嘛是安尼讲。所以即字果吼，咱若是要甲溪口讲伊诶用字吼，我是建议啦，其实就是古早诶果即字啦，吼，就是古早诶果即字。为什么就是古早诶果即字？伊诶意思就是讲吼，伊是伫个内底上老上大只、上大尾吼，即个叫做果吼。但是吼，直接甲大家交代吼，因为咱诶台语诶即个语序吼，要是有伊诶啥呢？迄个叫做吼惯系用语，安怎讲呢？伫遮吼，就是甲大家讲，毋是讲你从即个动物上大只诶后壁甲斗一字果吼，安尼个诚做迄个一个词，毋是安尼咧。亲像我拄则讲诶吼。迄个呢，咱讲旋流果、罗马果、鳝鱼果、吼盐鸡果、田圆果、水鸡果，敢你听着较一听着是食诶吼。所以呢，咱就是讲即个惯势吼，并毋是讲从你凊彩讲一个活物啦，甲斗一个果吼，迄就是上大只，毋是安尼吼。所以拄则有讲着果诶，差不多迄个拢有甲念出来吼。恁若有佫想着啥物果，恁会当随时补充啦吼。所以咱即马来讲即个啥呢？即个即是果，伊就是内底上大只。我以罗马来讲咱豆我讲罗马伊伫个即个有记录顶悬伊会当活甲偌久，互恁要看强要甲人平久60年啦，会上老诶就讲有记录着，也是即个啥生物学家因研究诶咱即个罗马是咱即款正水诶即尾我迄个要讲咱即个课我共款我爱备课即尾38斤，38大斤伊遮写几公斤我看安尼毋是我昨昏查有看到一尾愈大尾38斤20几公斤，安尼原说是即尾像即款就会当讲做罗马果就是内底上老上大只。好，我即摆甲大家讲即个迄个啥呢？因为麻咱即款正水诶罗麻伊会当活到50-60年就是讲即摆又搁来到咱诶重点就是讲伊诶生态环境，伊生团诶所在若是迄个啥呢水质搁主要是要食诶即个物件，拢无啥问题呢基本上会当活伫半世纪啊。半世纪就50年啦有记录着有迄个50-60年诶上重诶有偌大片，互恁要看觅咱伫讲迄够大片诶这罗马是几尾上粗诶比人诶
迄个啥呢？大腿的脚骨骨较粗，吼，大到偌大咧？好来，即摆要甲大家来进入吼，我是要甲号做吼恢复剃头刀吼，即个罗马骨咧，即摆要来解说出来吼。大偌大吼？安尼吼，我先简单讲啦。早吼，早阮遐迄个啥圳高边吼。我做囡仔时阵吼，做囡仔时阵，就是差不多迄个啥呢？民国吼，迄个50、60年啊，迄骹兜啦吼。阮遐若拄着年节啊，拢迄个。
顶摆有伫个面册看到人伫讨论讲做那个鱼类的鳃片对无吼？那个鳃片的台语要怎么讲吼？迄个吼，拄伫遮我顺续甲大家讲啊，迄个咱台语是讲做迄个翅片，翅就是鱼鳃的鳃吼，迄个片呢就是咱龟片的片。铁片的片，有无？咱较早看铁厝顶悬无看迄个烟片，有人讲烟片嘛吼，嘿，所以迄个鳃片吼，叫做翅片吼。因为咱即个螺膜吼，那特别是翅片，毋是规片的哦，是迄个，毋是即字片哦，是金字旁迄个吼，铁片的片，嘿，对，铁片的片迄字吼，铁片，嘿。一个金字旁，佫一个敢若亲像合并的并迄字，片第二条对，正确吼，正确吼。片就是吼，我怎遮是讲这个片是啥？片就是规地薄薄啊吼，规地薄薄啊，迄个规片的物件啦，像咱讲做烟片、铁片吼，即个拢毋做片吼。迄个鳃盖也是鳃片吼，咱台语就是迄个吼。翅片吼，来，我即摆来讲吼，迄个膜吼，恁斟酌甲看吼，伫伊的迄个副鳍吼，就是咱伫讲的迄个吼，迄个啥食鳍吼，还是你还是要讲迄讲做肚脐吼，还是肚脐拢会使吼。乌膜的肚脐，伊拄生伫个头的后壁遐尔，看到吼，足像两条鱼啊吼。我讲一遍哦，即个乌膜，伊的即个啥呢？伊的即个号做吼，咱讲做肚脐啦，就是伊的副鳍哦，腹肚滩边有两个迄个啥，伫收水的迄个吼鱼鳍吼，鱼鳍啦，鱼鳍迄个鳍，咱台语读做鱼吼，台语做鱼。若要简单讲哦，简单讲就是号做吼迄个哦，你若亲像副鳍，一般简单讲是肚脐啦吼，肚脐。因为吼，即个膜吼，伊迄两片肚脐吼，拄发伫个头后壁，伫头的后壁吼，双边边看到啥？看到足像吼，即个吼两条鱼啊吼，迄个吼很像两片耳朵啦吼，到做看到足像吼两条鱼啊。用即款乌膜吼，伊迄两个迄个啥，迄个肚脐吼，就是安尼吼，乌色的，足像迄个啥，迄个两条鱼啊，所以。才甲吼出名，甲号做吼乌鱼膜吼，是即个原因吼。这是对伊的迄个形体吼来讲做乌鱼膜。第二款讲法吼，是大家可能较少听到吼，毋过确实有一款讲法。第二款讲法是对即个啥乌膜色水来讲，伊个乌鱼膜的迄字鱼吼，其实毋是，我先讲是第二款讲法吼。就是讲迄个鱼哦，毋是耳朵的耳啦，毋是鱼啊，是啥呢？是咱迄个砚台吼，咱迄个较早写毛笔字无爱磨，爱抹目对无？迄个砚台，咱台迄个砚台砚吼，做鱼吼，伫遮顺续补充一下。砚台砚台，咱一般台语简单讲是迄个啥，迄个木盘嘛对无？咱较早要写大字，会知影砚台哦。是，咱一般简单讲是木盘啦。毋过砚台是砚台，伊是读做鱼吼，即个迄个爱小可较注意一下吼。所以讲呢，乌鱼膜，迄乌鱼是啥？咱甲想过真准咧，就是讲吼，咱迄个木盘石吼，即个鱼吼，迄个色的吼，迄色的色水叫做乌鱼色啦，因为有乌鱼色即个词啦吼。乌鱼色，因为发觉讲即个膜，咱即个吼，即个乌膜，即个吼大尾鱸膜，迄个色水吼，甲迄乌鱼吼，迄个吼乌鱼的迄款木盘吼，真活，所以甲号做乌鱼膜，是讲为伊的色水吼落去号名的吼。即只吼，反正有即两款讲法啦，提供大家做参考啦。恁着看讲恁拢会当家想看觅，看到底是第一款的讲法吼，较瓦达吼，较瓦达讲比较贴切啦吼，较到达吼，也是第二款的吼，其实嘛有可能吼。好，即摆吼来，即摆咱来讲即个啥做丝蛇较贵
较贵乌鱼糜吼，这较早才讲这糜真补，糜伫较早吼介绍都拢足悬足贵诶吼，伫个吼平平安尼吼，迄咱咧讲龟尾有无吼？龟尾蛇伫个较早吼，其实嘛有人食啦吼，但是迄蛇诶介绍吼，甲糜诶迄个啥介绍，迄差天甲地咯吼。迄个而且迄个啥，咱咧讲诶吼，虽然拢是两白质嘛吼，两白质就是蛋白质吼，但是就是讲咱伫个民间诶即个观念内底，迄糜是大补，蛇咧。蛇咱较早就知讲，迄个像较早花西鸡遐去杀蛇有无？迄蛇一般是吼，咱讲若皮肤无好有无？较敖生头发尾、生头发耳诶吼，即款诶吼，讲去食蛇肉，即种较清啦吼，这是较早捌定有听过。所以讲吼，伫较早吼，蛇诶介绍、蛇肉诶介绍甲糜吼。是差天甲地啦，简单讲就讲蛇肉真俗啦，即个吼乌糜，特别是即款吼，迄个大尾鱸鳜，即吼，迄是足补，所以介绍吼真贵啦。你即个死蛇，意思就是吼，伊这是做一个啥真强烈诶一个比喻，就讲一个比较吼。就讲吼，你这毋若是蛇咧，佫是款吼死蛇，死蛇吼。咱知影死蛇，咱讲诶，安尼臭烘烘吼，迄死蛇吼，伊较早人咧安尼闪甲袂离吼。迄个死蛇意思讲吼，无效诶物件吼，迄个真粗俗吼，无效诶物件，要甲即个糜，迄个袂比吼。所以讲伊即个死蛇较贵乌鱼糜诶意思，就小可有迄个叫做啥加油哦，匕首对吧？吼，想之千金啦。意思就是讲吼，从迄个骹梢货吼，当做金珠咧卖啦。骹梢货就是咱咧讲诶劣质货，迄个做骹梢货吼。骹梢是骹背诶意思。所以吼，从即个骹梢货甲当做吼金珠咧卖，这当然是吼，迄袂使安尼吼。所以即句死蛇较贵乌鱼糜诶意思，就是讲吼，迄个吼。无效诶物件，佫要共卖甲遐贵，啊是讲迄个吼无效诶物件，佫要摕出来点啦吼，是有即个意思吼。好，感谢吼，感谢，我有看到吼，咱梅君将即个骹梢两字拍出来吼。骹梢意思是就是咱拄仔讲骹背啦吼，所以骹梢货就是遐个吼粗俗啊货，而且是迄款吼歹诶迄款粗俗货，叫做骹梢货吼。好来，即摆吼。咱即马迄个重点吼，要开始来讲吼，讲老师讲半晡，还未讲到迄个啥，是安怎后剃头刀吼？你这是毋是迄个登山过海三支刀对？派三支刀，家刀、菜刀、剃头刀，即个糜吼，咱即马咱讲迄个鱸鳜骨有无？大尾鱸鳜甲剃头刀甲恢复什么关系？好，要来讲来。咧讲到这进前吼，先讲到做这个啥呢？吼，鱸鳜吼，鱸鳜迄字鱸吼，到底是倒一字啦吼？其实吼，若照研究起来，鱸鳜迄字鱸啊，应该就是罗德的罗才对，卢祖啦，罗德的罗是安怎呢？我讲互大家知影吼，伫个早期咱。台湾哦，亲像咱个山坑啊，有无？是讲我拄讲圳沟哦，其实咱台湾早期诶迄个生态环境足好诶，迄糜吼通啊大甲足大片尾吼，所以讲吼，即个鱸鳜有一个吼习性吼，即摆咧讲这最重要，因为有关吼生要做鱸鳜，应该是罗德诶罗迄字较对诶原因要讲啊吼，因为吼早期吼。即个大尾鱸鳜吼，因会安怎？因足爱食即款罗德的幼肝笋。这你去查资料就查会到吼，这毋是我家己编的。我讲过，就是讲我讲台语课吼，我会认一部真啦，因为我拢尽量从较早的生活经验，较早有听过的吼实实来甲大家做报告安尼哦，因为我感觉讲哦，安尼讲的物件吼较实啦吼，咱咧讲的迄个安怎较有迄个理由啦吼。来，这边讲到大尾鱸鳜吼，我讲你听，因迄个毋若会秘伫水底哦，
做讲你即马即个水窟仔边也是讲拄拄即个啥呢溪边迄较有较弄花，就是讲迄溪的迄个溪涧伊若是迄个有诶有迄土较济款弄花，有诶所在会发啥路蝶路蝶。啊，即个麻伊是切爱食迄个路蝶的幼瓜笋。路蝶的幼瓜笋就是啥？路蝶迄个发出来迄个心尾啊，迄个幼蛹伊足爱食路蝶的幼瓜笋。这资料找着这资料找着啊，这个大尾鱸鰻因就是讲毋若伫水底讨食毋若伫水底讨食，路蝶若发幼瓜笋的时阵这有一个时期鱸鰻拢知影咧。我甲你讲因会旋出来旋出来即个溪仔旋出来圳沟啊，咱即马迄个路蝶是毋是会发伫咧即个岸边着？精彩啊，讲鱸鰻竟然会规尾缩起来，规尾鰻缩起来，即个啥？溪涧溪涧也是讲咱即个像阮遐阮遐迄个有迄个叫做迄个水坑啊水坑啊边啊，伊诶就是已经即马是疏离啥？疏离即个水面啊会起来啥呢？起来食即个路蝶诶幼寒尾食路蝶诶幼寒笋，就是食迄个路蝶心尾啊较幼诶即个所以变做讲伊较早逐遍看到即个鰻拢会缩起来食路蝶女足诶，即个啥诶幼寒蛹所以逐个讲这都专门去食路蝶诶，即幼寒笋，从甲号做鱸鰻这是恁会当去查资料所以讲这是有迄个经济通溪口啦所以若真足想是安尼较有道理啦安尼较有道理。安怎讲呢？因为你用迄鱸鱼的鱸是甲讲有一个迄个鱼字旁尔嘛，有无？一个鱼字边其实呢，甲迄个鰻迄个无啥斗搭无啥斗搭。好，即马来讲着所以即只是甲大家分享一个即个生活的习性爱食啥路蝶的即个幼寒尾啦所以才甲号做鱸鰻即马佫来讲即个甲龟母剃头做什么关系？原因竟然是安尼这嘛是较早我确实是听人讲，较早的人看到讲这鱸鰻这大尾你见真伫水底要甲掠无遐简单啦，嘿嘛恶掠人讲人精你捌听过人精？意思就是讲人介巧啦，所以咱较早咱即个台语话无定定讲做人精意思讲人真精啦亲像妖精遐听名精着对啦，人精啦咱讲咱人精啦尾既然去想着要安怎去掠即款大尾鱸鰻呢？就讲你若毋落水既然利用安怎利用伊即款习性，会爬起来食会爬起来食幼寒笋的即个习性来我讲你听。因会为即个啥有发幼寒笋因都会去寻咧即个寻就是寻产水的寻，去寻找，会去寻即个是毋是有迄鱸鰻迄个缩起来迄个分子因为鱸鰻有翔咱知影鰻啦河流拢有一根翔对无咱即马到底用即个翔就写一个迄个啥水字旁佫一个迄个平常的常即叫做翔咱河流啦鰻拢有翔即马来看讲即个所在迄幼寒笋花感谢水拍出来即个翔即个我甲讲即幼寒笋的边即个遮哪有感觉有迄个鰻缩过迄个翔留伫遐讲到即个翔来我补充一下，因为甲咱甲生态关系我简单补充一下咱台湾有一款蛇做盾头蛇即个伫个国际上足有名，因为伊算讲若是台湾的泰雅盾头蛇算是咱台湾特有的因为伊伫个生态演化顶悬呢，是会当讲迄个真特殊即款盾头蛇因专门食
两款物件尔。倒两款物件，就是迄个吼物件食物的食啦吼。因敢若食迄个鹿梨啦吼，鹿梨啦，咱讲鹿梨吼，甲迄个叫做吼烂芪吼，烂芪即个鹿梨吼，甲烂芪吼，咱知伊的身躯拢有翔对无？所以这炖头蛇真巧咧，伊个会安怎？会迄个吼顺即个吼鹿梨是即个烂芪扫过所在，是毋有烟翔对无？因会顺即个吼，即烟翔吼去找即个啥？去找即个鹿梨吼来食吼。拄好讲伊生态上吼是迄个伫咧国际上是一个啥真特殊研究的迄个原因是即款炖头蛇吼。而且足新鲜诶，我来讲吼，伊吼，伊炖头蛇诶喙齿吼，正边诶喙齿吼，发比倒边较济齿吼，这真新鲜吼。过来就是正边诶喙齿。就是讲吼，刀片方向吼，正边喙齿度发较济齿吼，正反倒顺甲啥，甲即个梨仔肉甲迄个吼，甲拖出来食。好，怎么讲转来咱即个啥？咱即个叫做吼，即个大尾膜吼，所过所在是有翔对无？咱讲咱即个人吼，真正啦。咱家己你敢知影？来，即摆要讲吼。因顺过即个骹路吼，甲台啥，真正甲台剃头刀片如果爱用咧拄好咧剃片，迄时，就是迄个刮胡刀迄个刀刃吼，伊扫过迄个水路甲台剃头刀片吼，迄个片爱安怎台吼？爱迄个吼倒剪台，就是讲吼刀片方向吼，爱甲即个磨扫的方向吼。爱拄倒柄，就是讲迄个吼刀片吼上内所在吼，爱对准磨要扫过迄个啥，迄个烧钱的方向，迄钱就是井水的钱吼。我讲吼，即个磨因顶悬烟翔对无吼？有当时吼，因有烟翔甲保护，所以无一定会去互剃头刀吼刮去。所以咱人拄则讲人精其实是足了实惠以身材来讲吼，竟然着上一步啦，佮甲迄个啥呢？即个台剃头刀片吼，迄个所在佮共野火敷啦。这拢是我较早捌听人讲吼，将火敷甲野伫个吼剃头刀片顶悬吼，安尼即尾吼大尾罗麻若扫过时阵吼，迄火敷吼会摄摄，咱知影火敷吼，咱知影吼，迄是碱性的吼，迄是碱性的吼，所以吼，我会讲吼，迄麻若怎安尼扫过吼，倒去烟翔啊，会去互迄个啥，会去互火敷吼，算讲了甲洗掉，想洗掉了后，迄剃头刀出来吼，迄个啥呢，规个吼拢挂甲流血流滴吼，人佫较忝吼，伊即马吼，迄麻若甲挂到流血流滴时阵吼，伊着边仔吼，安尼滚滚顺滚，安皮肤跳，
迄当阵才有法度甲掠，影若无吼，你看着伊虽然讲烧起来，你若要搁去掠，伊嘛摔一个吼，一个就骨一个骨溜，搁落去水内底，你搁掠袂着吼。所以这是较早吼，人伫讲吼，迄个真老辈，你知影讲吼，要掠罗毛吼，除了咱拄有一个影片哦，放迄个做网啊吼，去迄个水底荡吼，咱讲荡罗毛，迄荡就是张开着张迄字吼。除了用即部了以外，吼，还有一部吼，就是罗麻，若要烧起来吼，迄个食路边的即个寒尾笋吼的时阵呢，佫会用剃头刀吼，剃头刀片吼，甲迄整侪片，毋是一片啊，一片无够，迄爱带几落盐吼，甲带土底，顶悬野火敷吼。吼，即个罗麻吼，安尼烧过了后吼，迄个呢吼，去迄个火釜吼，将罗麻肠吼，甲迄个算讲啥，甲洗起来了后呢，罗麻挂甲老火老底啊，底啊迄个皮薄条吼，安尼要掠较有可能掠会着吼。即只吼，听起来是真残忍啦吼，但是咱即马话讲倒转来吼，咱有一个重点是咱迄个吼去思考，讲吼，为虾米较早吼，无毋着真粗残啦？吼，咱俊杰老师讲安尼做着真粗残。咱即马有一个重点就讲，迄是安怎吼？较早的生态环境吼，会当有即个吼麻吼安尼即大尾，是毋是代表讲较早生态环境真好？吼，而且呢吼，你甲看，佫互咱人拢定来去顺着有无吼？会去顺着讲吼，佫会当用即款吼，敢较粗残的方法吼，来去掠即个麻。即马吼，讲实在，即马呢有真侪生态吼，因为咱即个吼农药的使用吼，佫有即个啥呢？粪扫吼，粪扫佫地下咱伫讲的工厂的化学水吼，是讲一般的垃圾水的即个排放。来讲，其实咧规个吼，迄影响的层面真宽。安怎讲？因为迄款吼化学水、垃圾水吼，你甲想，迄若规个落来，吼，不管你大尾细尾，是毋是规个拢透死了了？所以讲吼，真侪方面啊，就是因为即个吼生态环境的改变。例如讲，即马吼，像拄则咱咧相片看到，迄是吼。我伫个花莲遐看到嘛，迄是讲伫即卖迄个山坑啊有无吼？山坑啊，也是迄个吼较无污染的即个吼溪泉，甲看会着讲，抑佫有吼迄个吼遮大片的即个吼罗麻果，抑若无普通啦吼，普通的即个讲普通的即个溪啊，其实加减吼已经拢受着啥？受着即个吼污染有较严重吼。好。来，即马过来讲吼，拄则我有讲做要甲大家讲做即个罗麻吼，佫有参川，佫有鳝鱼，这安怎分咯？即只吼，我来甲大家讲做一个比较了后吼，咱再来吼，因为你讲的即济吼，咱再互大家来即个问题吼。即个咱先来小解一个词吼，一个词叫做参川啦吼。即个参川，即个到底是啥物物件？到底是毋是麻，抑是鳝鱼咧？吼，我直接讲吼，参川即个吼，咱的教典吼，还未收吼，还未收即个词吼。反正我直接规去直接先问者，我看即个词还佫有偌济人知影。你捌听过讲参川吼，就是共款一款咱正水麻啦吼。迄个你捌听过麻烦举手者，我看佫有。偌济人捌听过参川即款话物啊？班长捌听过厉害晓玉啊有吼，来咱迄个呢举手就无济吼，这代表啥？这代表讲吼，咱即个语序啊，台语的语序吼，迄个一定爱较传统吼，若无吼，愈少人讲吼，伊就真正豆豆会无去吼。参川吼，甲大家报告吼，伫个台日大词典有收参川即个语词吼。伊伫个顶悬伊有直接解说讲，就是一款正水麻吼。
定定会出现伫个较早吼，要较少用农药啦吼，较少用农药，也是讲咱个除草剂、滴头草吼，较少诶，较早期啦吼，就讲咱个生态环境较好时阵，抑佫定吼，有迄个参山吼出现吼，好。即个参，大家较有兴趣，应该是参山到底要安怎写吼？有诶是安尼想啦，伊讲参山，这山敢若有变调过，第1调会变做第7调吼，所以有人伊是用迄个写挑手旁，搁一个1000、2000诶千，迄个爬山诶山有无吼？迄个爱是讲变调起来是迄个啥参山拄好，但是台日吼，咱台日已经直接。就是用一个，我感觉是应该是真正确啦。就是一个起字旁吼，搁一个旋啦，旋转的旋吼，旋来旋去的旋这字吼。好，来麻烦咱怎么从这字给它拍出来？一个起字旁吼，搁一个迄个旋旋转的旋，这字给它拍出来。但是我查台字吼，伊顶悬直接有这字的吼。这山第7条吼，好，我怎么直接讲哦？参山是。一款吼，甲麻，甲即个路麻吼，要挖的即个啥，根本是正水麻吼。毋过吼，我甲你讲，伊的喙抑佫有尾较尖，喙甲尾较尖来讲吼，嘛不止生即个啥鳝鱼吼，有人讲参山就是鳝鱼，毋过我有感谢咱马莎老师已经将参山拍出来吼。我佫有看到伊迄个伫迄个群组有拍出来。来，我甲大家报告吼，参山确定毋是鳝鱼啦吼，到底是倒一款正水麻吼？迄个即马嘛真好看着吼，就是讲，遮如果吼，甲咱生态有真大关系，也就是讲，你看过去参山即个事吼，定定咧用，代表安怎？代表伫个吼40-50年前还有参山，因为即马生态环境无好吼，即马建造你讲田尾内底有参山。咱你讲真正是无啥可能啊，吼。所以呢，是毋是即款参山已经吼，咱你讲已经灭种去啊，已经灭种了吼。这就是一款真大诶即个啥生态诶即个危机啦吼。即个所以即马就是甲大家小概讲参山，咱即马就写一个起字旁，搁一个迄个旋来旋去诶旋吼。即个是咱。台日大书店顶悬直接的用字，嘛是正确。我是迄个建议，这是正确的用字。因为起字吼，伊迄个旋吼，咱台语会讲做安尼窜来窜去吼，足有可能。迄窜是白话音嘛，窜是白话音，所以是真有可能就是这字吼，参山。好，过来就是要甲大家讲，真正有罗马参山这个台语的意思。来，咱来讲吼，迄个。即马要讲罗马是迄款流氓无耍流氓吼，迄个咱咧讲兄弟人吼，迄罗马迄款吼。咱较早吼，较早有一个台语词吼，叫做啥呢？罗马参山，罗马参山诶意思是讲吼，迄个吼，迄世界伫做罗马吼，迄个拢伫共捞吼，伫共迄个啥敲诈勒索，迄做罗马参山吼。来，我举一个例吼，互大家听吼。像讲较早人咧，若要嫁翁吼，迄个呢，伊总是先探听对方，看对方这个查甫诶吼。较无，咱讲真，较早人无一定讲会注重讲对方有爱钱，其实注重对方爱死骹笑，有咱定会讲做死骹笑，爱死骹笑，轻拍拼，安尼就好。生做有缘投无缘投，其实迄无要紧，伊定爱死骹笑，轻拍拼吼，安尼才会照顾即个啥某囝对无？所以讲吼，较早即个要找查某要嫁翁，要找查甫吼，就定定讲，你都爱去探听好势哦。迄对方吼是仁是好，你都还佫毋知咧吼，对无吼？你若去拄着迄款罗马参山诶吼。你即世人毋着迄个煞算讲做乌有去吼。你若拄着罗马参山，好来，所以只小解即句足重要诶理事吼。所以你会感觉到咱诶台语，就正讲有将罗马甲参山吼，即两款话文甲斗做伙，
正做一个形容性的语词，正做一个形容性的语词，所以讲做啥做罗马残川，就是我拄则讲的毋拍拼安尼死坐活食爱咧要四界去共敲游，四界去做歹囝，这叫做罗马残川所以这个语词实在是太重要。好咧，时间。老师歹势伫大家问，因为咱问会使问真久，毋过咱先来翕相嘿。麻烦大家咱互连续镜头开一下，咱都足感谢有这个时间通做伙来翕相一下。毋过我袂记甲老师讲，我看卖咧。迄个主席，若有知影老师上课的主席，会使甲我搭去迄个主席，咱的确认吼，咱先来翕相吼。伊了咱若问题，就会使撑较久，咱先来翕。大家甲镜头，目镜嘛开开，对。属于高主的个比一个这个安尼介活泼的这个手势，感谢。我拄即只倒窗会当看到我看到志豪兄啊，感谢志豪兄是咱台语的这个老前辈足感谢志豪兄定定有分享足水气的台语过来你对迄台语的看法，拢足点评真端正，足赞的感谢今仔拄有这个机会还有看到朱红咱朱红感谢你感谢咱朱红兄感谢还有一个有诶是第一个见面，迄个看到真欢喜，玫瑰感谢真欢喜好，来，咱来翕相，只能大家笑，翕好啊，好，多谢大家，好，多谢大家。你即摆在问题，嘛会使讲继续补充对。好，来，迄个歹势第一条问题，我先问大家一下，我做讲的迄罗马残川这个词，你捌听过？麻烦举手一下，我想要了解讲这个意思，有比例无？罗马残川捌听过？麻烦举手一下，我看有偌济人上无即摆有3、4个，捌听过罗马残川。我讲的毋是罗马甲残川混为是规个讲你这个人迄咱即个马叫做安尼罗马刺川啦，其实正音是罗马残川啦罗马残川。好，来换恁问，感谢咱来研究我开讲真趣味啦。来，你直接讲，莫拍开，敢直接讲。免点名，咱麦克开就嘿。对，麦克甲开直接大家来迄个提讨论一下。你开麦克阮才有听到声音。其他人有问题，就问问题嘿。我看到俊杰老师是讲印象中的状态，我今日直接问袂要紧来。是咱到分享到补充足欢迎的。感谢你的回应这个回应是重要。为什么讲重要？就是讲这个语词，伫我遐有伫讲，人包围嘛有咧讲，安尼代表啥？代表这个语词是一个伊个较早一个真侪人咧讲的语词。佫较水的就是讲，较早对这个啥，对这个台语的用字无遐注重对无？所以拢是靠这个音一传一讲，所以这是会使讲上大土大地。大土大地就是接地气啦，接地气的意思。所以讲罗马残川这个词进行甲学起来，正刚是一个接地气的一个意思来，继续。
啊，你要分享啥、补充啥拢会使吼。老师，我要问，讲你讲剃头刀啊，为着讲要会使挡着即个罗马果吼，啊，伊讲伊用啥物架势？哦，咱拄啊讲，你若用灯诶吼，就是用网啊吼，伫迄水底吼，迄个做迄个做用灯诶吼。我拄啊讲迄剃头刀吼，迄个做啥呢？迄个做吼，大刀剪。台就是迄埋葬诶埋啊，颠倒头诶倒吼，啊，迄钱是浸水诶钱啊，台倒钱，还是讲做倒钱台嘛？是台语是安尼讲，佫是剃头刀诶刀把吼，迄个刀面所在向麻要选过来诶方向，啊，向迄个方向，安尼麻选过啊吼，啊，叫吼台倒钱，对，啊，迄钱呢？是会当用迄个吼，咱蚵仔去浸水诶钱吼，因为迄个浸水诶钱诶意思就是迄个啥逆向，嘿，会当用蚵仔去浸水诶钱，迄钱吼，大倒钱。老师，敢是我伊无即个钱，还是敢毋着倒钱，敢是即个钱？有浸水诶钱哦，啊，有迄个老师写诶，做老师写是讲嘿来开，一般讲写开啊。嘿，哦，感谢咱的补充，嘿，无毋着台倒钱，哦，正确就是安尼吼。再人甲请讲哦，所以你这么想着讲，造大片的路嘛，迄个生态环境赞，秀仪老师来。嘿，我要讲，我有年阮兜有当着几啊只罗马是迄正水的，啊真无好当。啊，迄个你读书啊，因为我较烦你来，我就袂当你来上班上线。啊，读书啊头前，你迄个班长啥物人，使搁刷一个荧幕？我有看你讲正水的安怎？正水的罗马，因为阮翁讲，若是咱咧做迄个日本料理种鳗鱼饭吼，迄种做白麻。啊，阮这吼，阮这较乌对，咱拄则有讲。嘿，白麻迄日本麻，啊，迄无法度甲足大天母诶，啊，咱即款吼罗麻，就是讲会食即款啥，迄个吼罗着迄个幼笋啦吼，即款诶会当上大吼，上大甲4、5斤还佫无问题。啊，我看着你讲到尾是讲你讲参山迄骨嘛会遮低啊，我正想要讲迄麻，迄阮是一溪，所以是正水。毋是咧做鳗鱼饭嘿，伊迄骨袂遮哩，伊迄刺嘛是幼的，但是也无法度。阮若顾迄个煮的吼，甲滚较熟的，你刺嘛是爱紧掉啦。所以骨甲刺拢有在食，嘿。啊，上大尾应该是差不多掠甲斤外要2斤啦。啊，麻足厉害，足歹已经咱讲田个甘水个过冬，迄麻你甲放入涂骹，伊足硬哦，伊嘛会使冻足久诶。伊会等下讲找无伊，伊咧扫来扫去，嘿，伊涂骹会使。无毋对，我讲迄麻吼，其实麻伊迄个线伊本身吼，嘛会小可会像毛花安尼小可会浮泡吼，伊就是要迄个啥呢？互即个吼，加带吼，咱讲迄个酸素迄个吼氧气啦吼。会当啊，佫会当来使嘛。拄则老师有讲到一个做迄个麻的骨吼，咱即摆拄头讲，迄个伫迄分类顶悬吼，我即摆补充一个，迄个鳝鱼甲麻吼，到底差伫倒位吼？鳝鱼是毋是有算麻吼？来，我这做一个足简单的补充。伫咱生物的分类吼，有分做钙、锰、钢、钼、锌、硒、锭、锑。即项啦吼，啊麻甲鳝鱼拢是动物界吼，啊质素动物锰吼，啊内底质素动物亚锰吼，啊同款麻甲鳝鱼拢是啥？拢是硬骨吼，硬骨钢的即个鱼类吼，可是讲伊个骨吼，毋是像鲨鱼，鲨鱼是毋是软骨吼？啊，你看像鲨鱼、蛤仔鱼，即拢是软骨的吼。啊，若是咱普通
加水的管鱼啊，拢是硬骨的海水嘛足侪硬骨的好啊，即马就是要甲大家讲麻甲鳝鱼伫咧倒位甲分开的，我来讲伫咧即个界门口木伫迄个木遐分开啊，就是讲麻或者麻类木啦，迄个类就是类鱼类鱼有啊，规尾回落迄款的或者类鱼麻是麻类木，那鳝鱼呢或者合鱼木，合就合起来丝就是迄个鳃片的鳃鱼木是鱼啦所以来，即只甲大家补充一个生物的分类上，麻是迄个麻类木，鳝鱼是合鱼木，因就是一只分开的，头前拢同款这是迄个麻甲鳝鱼伫个分类顶悬的迄个差别啦再来看大家还有啥物问题？而且我补充一下，多谢。麻鱼饭伊的迄饲养者是因为有处理过，所以伊应该是本来嘛是定的，是毋是？因为讲阮连食伊麻鱼饭，迄麻鱼就是饲就是软的，毋是安尼。过来就是品种问题，是遮的麻鱼其实因拢是加水的，但是因要生团的时阵，因拢会